讲吼，伊讲每一个信徒咧用这首诗歌的时，咱每一个人的心嘛，随时啊，每日随时爱思想祈祷，开始就是死是终，就是阿里巴巴明白。所以，伊是逐个咱辅导的上帝，伊爱咱信徒每日来亲近。啥来伊敢若讲句话，我想，无咱若常常思想句话的时，咱若会谦卑啦，无敢若想着家己所做的甲天大完的吼。所以，当咱每日想着上帝的时候，是死是终的是咱人会谦卑，是安怎讲？诗篇92有安尼讲，讲咱人的年岁是70，臃肿的通到80，其中所外口的是啥物？劳苦甲恩情，有紧紧过，来去归。所以当咱较少年的时，时间真紧，伊马上无啊，去老啦。所以讲咱所做的，都爱家己了去上帝，甲平安留无家己。所以咱用这种每日来思想。上帝，伊是啥物？伊是是从我们就会起了非常，所以用这种的心态来迎接去。世间万物还未有的是咱人，伊啦，所以咱用这种的心吼来迎接我，还是要很认真吼。因为这首歌都没唱过吼，不好意思，我们第一段再唱一次哈，第一段唱3次，第一段唱3次，刚才1次，现在第2次哈，第一段。上尾一集，起点宽顶天君声动，一个七心龙经奔，万马滚龙破败尊重。
圣诗91首。咱吟圣诗91首，圣囝耶稣对天降临。这首诗歌的作者，还是一个牧师，叫做郑希盼牧师。伊有迄个音乐方面的天才吼。伊到目睭痴迷啊吼，全盲了，他还在服侍。所以咱想讲，咱目睭无看的人，行路就真困难啊，搁爱牧会。迄种听主的迄个心吼，咱家己来思想哦。咱来唱这首《圣囝耶稣对天降临》，伊安怎写？咱由第1节到第4节。圣囝耶稣对天降临，为咱世间有罪人，天顶对伊跪下来吟，何如相助这罪难人，哈利路亚。上帝真正是定，救主消息传到大远，也有朴树也捌看见，主现今赐奇异真光，一对情也来拜伊，哈利路亚。天边是都是圣经，为我罪人放洒生命。天边上帝真正是听。圣诗47首，圣诗47首，我的上帝，我的君王。所以咱来问咱的心，咱的心是我，你是上帝，还是你家己是你的主宰，还是上帝才是咱的上帝，咱的君王吼？咱来思想，咱唱第1节。我的上帝。安静咱的心，进入今仔日礼拜。大家平安，新年快乐。这时请大家安静心，开始准备今日礼拜。
全地都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因感谢日子的门，着因学乐日伊的院，着感谢伊学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这时，咱用我的上帝，我的君王，圣诗47首来学乐上帝，因全首请起立。是咱用书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定是个死埋葬。这是要来启印，今日启印文是启印文26篇，启印26篇是出自诗篇127、28。
厝地若毋是耶和华去做，去做伊的人就空空着活，城市若毋是耶和华固守，就固守的人空空警醒，恁早早起，暗暗困。食娱乐所得到的饭也是空空。既若敬畏耶和华，行伫伊的路下，迄人有福气，你要食你手着活。福禄所得，你要享福，事事兴通，你的目要你的厝内房内，亲像结济济果子的葡萄树，你的囝儿为着你的道。亲像橄榄栽，看啊，敬畏耶和华的人，的确要安尼得到福气。耶和华要对锡安赐福你。你一生要看见耶路撒冷的福气，你要看见你的囝的囝。愿平安归伫以色列。这时，搁用圣诗91首来学罗上帝。圣诗91首，圣囝耶稣伫天降临。因全首，请起立。
请坐。这时，咱做伙压头来祈祷。阮伫天顶的爸啊，全能的上帝，带阮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来学罗你，少念你过去一年的阻碍甲恩典，求你看顾，互阮伫你的面前有安静的心来敬拜你，来听你的旨意。主啊，伫新年的头一天的礼拜，阮用感谢的心献互你，感谢你过去一年虽然瘟疫风险，毋过阮会当正常的生活，这是你的阻碍，你的恩典，甲你的怜悯。主，阮真正感谢你过去一年的保护甲引带。主，阮要学罗你，落雨落一个月了后，阮看见天顶的太阳，阮知影你会用日光，嘛是像你的疼安尼，常常看顾阮，过去一年。虽然天气黑暗，毋过阮会当一路行来，得到你的平安，得到你的喜乐。阮感谢你，阮学罗你。只是阮伫你的面前承认，阮过去一年有侪做无到的所在，浪费你互阮的恩赐。阮定有想要做的代志，也袂当去做，浪费你互阮的恩赐。虽然阮想要传播你的福音，毋过阮心胆小。主啊，阮恳求你看顾阮，引带阮，互阮会当真正侪传播你福音的人。主，阮恳求你，主，阮求你的怜悯，求你毋通掩面看阮的罪过，消除阮的过失。求你，互阮创造一个清气的心，正直的灵。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互阮，互阮会当真正行出去，将你的福音传播出，来完成你的大使命。阮恳求你，也学罗你。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年是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第60年了。主啊，我们谢谢你60年前让众多的前辈在这里建立一间教会。主，我们已经60年了，我们愿意走出去，但是我们胆小，我们害怕，我们不知道怎么做。主啊，求你看顾我们，带领我们。主啊，我们真是谢谢你，让我们有一间教会在这里。但是我们不要浪费你给我们的恩赐，还有种种的爱。我们愿意把你的爱带给周边的人，带到社区，带到南洋平原。主啊，恳求你看顾我们，带领我们。主，我们也愿意像约书亚一样，当他第一次去看迦南的时候，他有满满的信心，虽然他一无所有，但是他仍然勇敢的带着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主啊，求你给我们勇气，给我们信心，也给我们你给我们的智慧，让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向前走。主啊，我们恳求你看顾我们。主，阮感谢你，互阮有这间教会。虽然这间教会
细细，毋过阮愿意来做你的大使命，来完成你的大使命。恳求你，予所有的同工、所有的会友，拢有安尼的心，在新的一年，真正站起来，行出去，传播你的福音。主，阮感谢你，阮安尼恳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是要来读今日的圣经。上帝的话是出自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到18节。我先来读和合本，小咱再来读现代台语的译本。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在它里面有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没有胜过光。有一个人是从上帝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是为了做见证，是为那光做见证，要使众人借着他而信。他不是那光，而是要为那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来到世上，照亮所有的人。他在世界，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并不接纳他。凡接纳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些人不是从血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的意愿生的，而是从上帝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一儿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先于我，因为在我以前他已经存在。从他的丰富里，我们都领受了恩典，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是借着摩西颁布的，恩典和真理却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独一的儿子将他表明出来。这是我过来读现代台语的译本。创世以来，以前就有道，道甲上帝同在，道是上帝。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上帝通过伊来创造万物，一切被造的，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伫伊内面有活命。这个活命是人类的光，这个光伫黑暗中无黑暗毋捌赢过光。有上帝找来的一个人，名叫约翰。这个人是来要做证，为着光做证，要互所有的人通过伊来信。伊本身毋是迄个光，是为着迄个光做证。有真的光进入世间，来救全人类。伊伫世间，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毋捌伊，伊来到家己的所在，家己的人无接纳伊。迄个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因此因有权诚做上帝的囝儿。
因毋是对血统，毋是对肉，嘛毋是对查某人的意念，是对上帝生的。道真做人，踮伫人中间，充满恩典甲真理。阮有看见伊的荣耀，是上帝独伊的囝才有的荣耀。约翰为着伊做证，话讲，这位就是我爸甲恁讲，伊伫我后壁会来，却比我较大，因为我犹阁要出世，伊就存在。对伊的丰富，咱拢领受恩典，恩上加恩。律法通过摩西颁布，恩典甲真理是通过耶稣基督来的。无人捌看见上帝，只有爸心怀中独伊的囝有甲伊显现出来。以上是上帝的话，愿上帝将伊的话刻伫咱的心中。这时要请青少器来学老，因为学老是信口每一句话的应允。这时要请牧师来证道，今日要证道的题目是接受光，得着基业。来兄这边这时咱先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伫你成的主日，主你搁一摆来呼召阮伫主你的面前，阮伫遮要来鞠躬敬拜。愿你帮助阮，互阮会通真正安静阮的心，互阮伫主你的内面来领受主你的话，也得到主你的光照，知影阮所领受的会通对主你领受你迄个真理的画面，以及你对你对创世以来就是要赏赐互阮的遐个祝福，互阮对主你领受对你所应允的，就是阮要成做主你上帝国度内面的儿女，愿你不断来光照阮，也启示阮，互阮欢喜来接受主你的光，来得到主你所赏赐阮即个永活的即个基业。愿搁一届献上仰望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伫咱今仔日咱咧唱圣诗91首，其实即首诗歌甲咱有真甲咱会晓讲有真大的关系。即条诗歌
咱头拄迄个方美姐有小有介绍，讲即个牧师伊伫咧牧会过程了伊落尾手为主尽忠服侍到青暝了，佮继续伫遐来服侍。我是讲伊甲咱有关系，因为即个牧师就是恁的牧师的外公，即条诗我无特别讲伫咧圣诞节摕即条诗歌出来唱，乃是因为即条诗歌是即个拄好是伫咧主显节内面咧唱的诗歌。因为伫咧迄个诗歌内面，咱若掀开圣诗内面，较早迄首内面，伊所讲起的迄个，伊毋若是干若讲到即个上帝内底伊的迄个规个伊的性情，甲包括伊伫咧即个世间所要做。所以，咱会通透过着迄个中间来看见伊伫遐所在伫遐来讲起着上帝怎样来启示伊家己，互咱即个有限的人类来去认捌伊。所以咱也对伫即个规个即个咱讲叫做通用经课的内面，即个咱着通知影，伫咧规个教会历的内面。即个是一个1月初6，是伫咧咱的即个叫做讲叫做主显节。即张表内面有讲起着1月初6就是即个规个即个圣，迄个规个讲会讲，咱若看即个面顶伊遐写从第一周起，也就是讲咱对大降节一直到1月初6为止，即个所在。也真做是叫做咱讲叫做待降节期，一直到后来进入到伫圣诞节，叫做圣诞节期。所以伫咧即个所在，到伫1月初6了后，伊就进入伫咧第一段的即个咱讲叫做长年期。所以咱若用看迄个字的颜色，咱就会通知影，叫做伫咧大降节的时阵，大降节伊所代表的颜色是紫色。伊到伫大降节第3主日的时阵，咱是用粉红仔色，因为迄个所在有代表着迄个搁较对主的迄个期待较仰望，所以迄个时阵是用着粉红仔色来代表。到伫圣诞节的时阵，迄个教会节期的颜色是用着白色，也就是咱即马咱的即个伫头前所挂的即个旗仔的即个色字。一直到主显节1月初6，拢是用着即个白色的即个旗仔。到伫1月初6了，迄个教会节期就进入伫个迄个叫做第一段的即个长年期。伫咧即个长年期的时阵，伊所使用的颜色是用绿色。所以咱若看见无共款的颜色，咱就通知影讲伫咧即个时阵，咱应该爱用着啥物款的心情。伫咧礼拜的时阵，咱一看，咱就知影讲，这是伫咧啥物款的节期，咱应该有一个啥物款的备办的心。所以，请毋好以为讲牧师伫咧台仔顶，若确实是用着挂着绿色，讲牧师是民进党，牧师无党无派吼。我若挂白色，牧师变啥物党？怎么变做民众党吼？我若挂紫色的时阵，安尼是我变做啥物货去啊？加在我若去到伫圣神降临节的时阵，我要变啥？我毋着变共产党。所以即个咱伫咧教会内面看见无共款的设置，伊有迄个教会节期的意义，咱毋好将即个世上所有的即种的侪即种迄种咱讲世间的即个价值观，甚至咱讲叫做迄个意识形态，放入去伫咧教会内面，这是毋对的，嘛无合伫咱的信仰，咱诚做一个基督徒，咱爱伫咧教会内面，甚至伫咧你的生活内面，咱应该爱用基督的心来做心。咱伫咧所有一切的想法内面，咱应该是爱用上帝的心意来去想，毋是用着即个世间去衡量所有一切。所以1月初6是即个主伫咧对伫天主教也好，东正教也好，甚至包括一寡基督教的教派来讲，这是咱咧讲的叫做主显节。
伫咧即个主显节内面伊即个主显节伊原起头伊是用到即个希腊文叫做这个Epipania 即个字即个字来是诚做即个主显节的一个起头。伊意思是啥？伊就是意思是讲耶稣伊捌3摆来着世间人显示伊家己的迄个神性。啥物款的神性？伊伫咧，这就是讲，伫咧，尤其是伫咧迄个到伫迄个东方的教会，咱会通知影讲，耶稣伊出世伫咧即个罗马帝国的时代，但是罗马手即个罗马帝国，伊对咱若读历史知影讲，伊对迄个西罗马帝国后来对将伊的帝国刷去到伫东方的即个。迄个拜占庭的所在，伫咧迄个所在称做一个东罗马帝国，所以伫咧迄个所在也后来就产生了咱讲叫做东方的教会，就是后来咱咧讲的叫做东方正教。伫咧东方正教内面，较主要代表的就是迄个希腊，伫咧希腊有一个咱就讲希腊正教，所以因伫咧即个教会伫遐，因伫咧1月初6伫遐庆祝耶稣的诞生的这日，所以早期较着即个，因后来就将迄个较着迄个耶稣的受洗，甲伊连结做一伙。后来佫融入去耶稣安尼伫咧迄个迦纳迄个婚宴内面伊变水做酒的即个纪念。所以后来天主教以及着即个东方正教，因将这个纪念耶稣，将伊家己显现。伫咧，互世间人的即个3个咱讲核心的即个事件，来安尼来甲伊用伫咧即个主显节内面来甲表现出来，所以伊伫迄个中间有博士来朝，耶稣受洗，以及着即个变水做酒的遮个事件，诚做伫咧主显节内面一个真要紧所要表示的。伫遐表示着耶稣伊3摆向世间人显示伊的即个神性。但是对咱的基督教来讲呢，即个重要的节期，搁较是咧庆祝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成做人。当几个即个博士到伫即个霹雳营伫遐来朝拜耶稣的时阵，以及伫耶稣后来罗马手，互伊的即个亲表兄。即个加撒勒约翰伫咧主后安尼差不多约伫咧30年的时阵，伊伫约旦河来领受圣神的洗礼，进前所有发生的遮个代志拢上伫咧即个主显节，一直对圣诞节一直到主显节，拢总是伫咧叫做伫遐来庆祝，伫遐来宣扬即个天国的道理，以及上帝所赐的即个囝儿。主耶稣，伊伫咧迄个进前所生的遮个代志，咱伫迄个所在伫遐来庆祝。所以咱也会通伫每一年的1月初6，咱今仔日是1月初3咱会通伫咧1月初6，伫咧每一年迄个新闻的内面，咱会看见一个报道，我毋知恁有注意到无？就是咱会看见到有侪希腊人，是咱讲叫做斯拉夫民族。斯拉夫民族是啥物？像上主要代表就是俄罗斯，因遮个属伫咧东正教，咱讲东方正教的遮个信徒，因会伫咧即日因伫咧结冰的即个河水，也是迄个乌面，就伫咧遐创啥？伫遐寄出一个安尼。一个世界的一个迄个空水出来，伫迄个所在规个迄个规个人浸伫咧迄个冰记起的迄个水的内面。咱即几工拄好经过迄个霸王级的即个寒流，咱干那安尼，咱就寒到要下去啊！因是主要伫咧冰水的内面，主要浸伫咧冰水的内面是直接即个冰记起的即个河水内面，伫迄个所在咱伫遐动用，今仔日咱所领受的即个经文，就是伫安尼即款安尼的即个安尼讲的内面，
会只有简单出现伫咧圣诞节，一个天主教也是咱的共同的经课内面，会出现的，以及伫咧圣诞节后的第一主日以及第二主日，咱今仔日是算圣诞节后的第二主日，所迄个会出现的一个共同经课的即个经文。即个经段伊特别爱咱注意到伊所神圣的迄个起源，以及着加西利约翰这位上帝所启示伊启示咱讲天启的即个先知，伊的生平的一个事件之间的侪即个记述，拢伫咧咱经段内面来出现，以及伫咧即个经段后壁面内面拢有出现。咱伫咧顶礼拜是讲，伫咧咱今仔所读的即个经段的后壁面迄个经段，所以当咱安尼伫咧顶礼拜嘛，悠然有讲起到即个今仔日迄个咱所讲的即个经段的后壁面遐个，伫咧咱今仔日的即个经段内面，咱佫一摆来讲起到行西利约翰对上帝所册，是对上帝所册安怎？伊注意伊安尼个，伊上主要的即个工作就是安怎？为着光来做见证爱要互众人对伊来信，这是一个真要紧的。为着光做见证，爱要互众人对伊来信，这也是今仔日诚做咱今仔日咱做一个基督徒一个真要紧的。咱为着光来做见证，爱要安怎？互众人对咱来。所以，伊见证耶稣是安怎？是上帝迄个祭司顶面的迄个羊羔，也是迄个担当世间的罪，他是那个上帝祭祀当中的羔羊，也是那个担当世间的罪的，这个所见证的这个耶稣，也是以色列人久久伫遐待的这个弥赛亚。但是咱若对伫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段内面，咱通看去，当主耶稣安尼来到伫伊家己的所在，家己的人安怎无接纳伊？这是一个真讽刺的一个迄个记载。咱知影旧约安尼一直到新约安尼约了差不多400年的时间，上帝无照着任何的先知来讲话。这个时期。以色列人拄好伫咧受到这个罗马帝国的统治，因期待上帝找弥赛亚来讨放因。算因所期待的迄个弥赛亚会通讲是迄个政治性的弥赛亚。所以当加西利约翰出来传道的时阵，因就真安尼真欢喜，因安尼掠做讲，即个加西利约翰是上帝所册迄个特别来的迄个弥赛亚。因为加西利约翰伫咧迄个时阵，安尼伊伫咧迄个民间有真大的迄个声望，但是加西利约翰伊真清楚伊家己的职分，伊家己就免讲我就是伫咧即个旷野的城下，修直主的路，亲像先知以赛亚所讲的。伊清楚家己是为着光做见证的那点，所以加西利约翰伊伫咧伊的一生内面，就干一件事，就是为光来做见证。伊无，咱若看规个约翰福音的记述内面，伊迄个作者伊所要表明的，加西利约翰伊唯一就是干那为光做见证。但是以色列人却是伫咧迄个等待弥赛亚的迄个来临的迄个过程的内面，安怎？因安尼错失了上帝为着因所备办的，就是上帝伊家己伊自我显示要来成就的事件。伫咧因的内面，因以色列人因却是伫遐咱讲安尼说。就好像咱咧讲来讲，那个啥，下雨三过家门而不入，上帝经过已经进入到伫以色列人的中间，因却伫咧迄个所在，还佫伫遐咧继续伫遐等待弥赛亚的来临。
错失了上帝为因所备办的。就是啥物货？讲若接纳主耶稣的，就是信伊的名的人，伊就想说因有权做上帝的囝儿。伫迄个中间，一个真要紧的，就是因伫遐等待弥赛亚，但是上帝所要赏赐予因的是迄个更较好的，是一个啥物款的更较好的？就是予因有权，会通成做上帝的儿女。以色列人因一直期待，因感觉讲因家己要安尼，因是安尼讲亚伯拉罕的子孙，因就是上帝的儿女。上帝讲无，只有去若是迄个接纳主耶稣的，就是信伊的名的人，伊才有权成做上帝的囝儿。就安尼，即款安尼的迄个安尼的恩典，伫河顶的迄个河顶的大，但是侪人确实伫咧等待的即个过程内面，怎啊错失即个恩典。所以今仔日咱踮伫咧即个恩典的时代，咱每年咱伫咧即个所在，咱伫遐庆祝圣诞节，咱通看见游园有侪基督徒，咱个时阵。咱毋若无亲像伫咧顶礼拜所讲的遐个故样的，安尼听见着天使对因所报的，因就对安尼四周围遐来甲因报佳音。反正咱会通看见游园有侪基督是伫咧等待人来因来报佳音。我毋知咱有注意着无？咱既然诚做一个基督徒，咱敢有阁需要人来咱来报佳音？咱应该是爱阁较济来人来报佳音。但是咱看见着，咱有游园，也阁有人伫遐期待，逐年圣诞节到，伫遐有人来伊来报佳音。这是一个何等的讽刺！咱踮伫咧即个黑暗的世代，咱伫迄个所在，安尼无爱。甚至无爱人知影讲咱是基督徒，也是讲伫咧生活中，咱检采无显露出应该爱有的迄个基督的迄个香味。有的人信主久久，却毋捌人来讲起着伊家己所信的，嘛无愿意伫咧即个生命来做一寡冒险，就是伫咧。伊生命内面，以及伫咧生活中来活出上帝伊所讲的，以及主耶稣的即个教导。伫咧生活中来挑战咱家己的信仰。当咱有当时，咱若讲起着即个信仰甲咱有关的时阵，咱总是回避，咱伫咧生活中，咱无法度迄个上帝话对咱生命中的任何挑战，咱毋敢互家己的信仰安尼直接接地气，看见家己的不足，咱真正需要主。咱真侪时阵，咱会感觉讲咱做一个基督徒，咱爱安尼，咱讲很有那个上帝的大能，咱应该，咱所有一切，咱拢我们都是安尼真勇。面对所有代志，咱拢有法度家己来处理。敢真正，咱的信仰敢毋是咱应该是咱需要主嘛？咱的信仰敢毋是一直伫遐来对咱来讲起着，咱爱看见咱家己的迄个不足，咱的迄款的安尼需要上帝。迄个救，但是咱却伫咧迄个中间，咱真做一个讲我是像超人一样，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甚至我更不需要主。真侪甚至咱自称咱家己是光明之子，实际上咱却是踮伫黑暗，去互黑暗所捆绑的黑暗之子。咱以爱踮伫黑暗，较过头伫咧主的光明的内面。因为咱爱这个世界比听咱较济。如果是安尼，咱要怎样学习伫咧圣经内面
伫咧咱今仔日所领受的即段经段内面，共款讲爱学习，亲像行使的约翰共款，为着光来做干净，互信人、互正人对咱来信。咱若看规本的即个圣经，尤其特别是咱若看讲规本即个规卷的即个约的创世纪，是安怎讲？咱伫咧即个第一章第1节啦，源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人讲，太初有道，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所以咱能通看见讲，伫咧即个所在，约翰福音的作者，伊有咧对咱表现出一个什么款的代志，是讲伊要对咱来讲起一个什么款的代志。伊伫遐讲起着耶稣，亲像迄个创世纪一开始共款，讲了源起头，讲起着迄个宇宙人类的迄个起造，迄个创造。伫咧迄个所在，约翰福音的故事，伊伫遐来讲起着迄个关系着全人类的创造，就是上帝伊要重新来创全新的人类，就是新创造的人。作者伫咧来讲起着侪人来对上帝来信，是因为即个上帝伊出世所带来的迄个结果，是啥物款的一个结果？咱会通看见着，伊讲啦，所有已经接受迄个正做肉体迄个正了肉身的道的人，接受迄个正了肉身的道的人，拢袂会照着一般的方式，来生，咱是要对上帝来生。一般的方式是啥？咱今仔日经文内面，毋是从血生的，伫咧迄个意思是啥？迄个血气的，是迄个肉体，也不是从情欲生的，嘛毋是对人的意思来生的，咱是对上帝所生的。也就是当咱接受上帝伊所赐的伊的独生圣囝主耶稣的时阵，咱就无搁一般的方式来生活，咱是要对上帝所生的，咱的心思意念有对上帝来的迄款的迄个感召以及意思，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自由，互遐会得到耶稣基督救赎的人，会通对逐种即个世上的遐限制的人，来得到透放，得到自由，也互因有能力通甲到即个安尼，咱讲即个这位透放者，同齐到伫即个天顶，也就是耶稣伊原本所徛的迄个所在。约翰福音的作者，因清楚来指出讲啦，伊爱咱知影，这位成了因的这个道的耶稣，伊毋但是完全的上帝，也是完全的人。伊虽然安尼拥有迄个安尼讲上帝真亲密人物的迄款的关系，伊知影人类想法，伊有安尼真伊用透彻知影人的想法的迄个能力。但是伊有时安怎？伊悠远伫咧即个世间，咱会通伫咧圣经内面看，伊悠远有妖恶，伊悠远有，伊有当时悠远嘛。伫咧圣经，这位智慧就是上帝，同时也是甲上帝有所分别。是会通甲到即个独一的即个精神同齐伫遐讨论的。伊毋是即个独一者的迄个配偶，是类似配偶，乃是完全尊贵
的一个丰富，点伫咧即个主耶稣的顶面，即个伊所要表达的，就是亲像伫咧经文内面所讲起的。咱同齐来读这段吼，来，我们一起来读箴言第8章25、27跟29到30节。来，我们一起来念吼：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出生。他立高天，我在那里；奠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旁边为工程师，天天充满喜乐，时时在他面前欢笑。这个是迄个伫咧咱的即个和合本的修订本内面安尼所写哦。伊伫遐讲大山未定着，小山未有的大山已经生我。伊建立遮的天，定着大地的根基，我甲伊伫地。迄时我伫遐做师傅头，日日互伊欢喜，常常伫伊的面前快乐。耶稣就是上帝的智慧，伫咧迄个败坏的肉体中间伫迄个所在约翰福音伫遐来讲到耶稣伊的迄种神性，甲着伊的迄个人性的迄个部分，伊也讲起着迄个圣父上帝，甲着圣子上帝的迄个关系。以及着圣神上帝伫咧迄个中间的迄个作为，也个以及咱所信的即个上帝，伊伫咧中间也讲出着咱所信的即个上帝，伊是一个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兄弟，咱伫咧约翰福音内面，咱搁一摆，咱要来好好来去亲像约翰福音的作者爱咱伫咧即个中间，咱今仔日所领受即段经段，伊爱咱毋通安那错失机会，咱爱适时的适时去接纳这位安尼成了肉体的道的主耶稣，照着接纳伊，就是信伊的名，伊就想使咱有权成做上帝的儿女，亲像咱今仔日咱所领受的这个经段内面所讲的，互咱照着信主耶稣基督，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是对上帝所生的，互主耶稣迄个安尼成了肉体的迄个道，共款伫咱的生命内面安怎来发生？也就是讲，咱爱成做主耶稣迄个道成肉体，踮伫咧即个世间，应该爱有的迄个款式。咱的教会，主的教会，爱成做主耶稣迄个道成肉体，伫咧踮伫咧即个世间的一个实践的所在。既然接受伊的人，愿意伫咧信仰顶面，咱欢喜，甲着咱的主同齐伫遐来冒险，咱伫遐同齐要伫遐来经验着迄个道成肉体，踮伫咱的中间，徛起伫咱的中间，为迄个。会通讲伫咱今仔日所领受的经段内面讲叫做讲有恩典有恩典，有真理的一个四款安尼的生命，迄个有恩典甲真理满满的生命，咱若毋是对遐来照着信耶稣基督来对上帝所生的人的迄个心肠，看见上帝的荣光。我讲一遍，咱若毋是对遐照着相信主耶稣来对上帝所生的遐个人的心肠，看见上帝的荣光，就咱什么嘛看袂见。因为照咱今仔日咱所领受的这个经段内面安怎，伊讲安怎，搁阮捌看见伊的荣光，亲像独生的囝对爸所生的所得到迄个荣光。咱嘛共款照着接受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光，就要看见伊的荣光。搁安怎要对伊来安尼领受，对伊来的迄款的恩典，煞接恩典满满伫咱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内面。咁兄弟，安尼咱要怎样伫咱的即个世代，成做迄个安尼咱讲道成肉体？互众人对咱来信，这是一个咱需要好好来去亲像的代志。咱要怎样互侪人有份，甲咱共款成做上帝的儿女？咱伫咧即个世代，
敢是迄个自称是光明之主，事实上却是黑暗之主嘛？咱需要伫咱的日常生活中不断伫遐来问咱家己，互主耶稣的光来进入伫咱的内心，互咱安尼会通照着接纳主耶稣，接受主伫咱的内心，互咱安尼不断伫遐来改变，伫遐来换新，互咱的生命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这就是咱今仔日所领受的这段经文所要爱对咱所讲的。上帝伊伫咧即个世代，伊当初时伊怎样家己道成肉体来到伫咧即个世间，伊是要开始一个新的创造。迄个新的创造就是要爱既然所有属伫伊的人，拢要成做迄个新创造的人。要成为上帝，他道成肉体来到我们当中，他期待的是要我们能够也跟他一样，能够一样道成肉身，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出主耶稣的那样子的那种馨香之气，让人家因为看见我们，就借着我们所做的一切来相信我们的神，也借着相信主耶稣基督来与我们一同有份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样就是咱今仔这段经文内面伊爱咱所伫遐领受的，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真正咱伫咱的日常生活中不断会通活出主爱咱活出的迄款的款式，互咱真正毋是靠着咱家己。咱是倚靠主耶稣基督的大气力，互咱原底迄个本地迄个安尼袂堪的迄个不足的迄个迄种的需要主的迄款的性命成做一个我讲迄个大能的勇士。咱成做一个大能的勇士，毋是因为靠咱家己，咱是倚靠主耶稣基督，互咱的性命得到换新，得到改变。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照着今仔日这段经文，咱真正伫咱的生命中欢喜，真正来接受主，毋是敢若是安尼透过着形式上，咱成做一个基督徒，乃是咱的生命要得到欢喜，来得到换新，互主的话来放安尼刻掉伫咱的心内，互咱活出主伊爱咱活出的迄款生命，就咱要结出侪圣神的果子，就咱的生命要互侪人，因为看见咱的生命，就来安尼，互因甲咱有份，成做上帝的儿女。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上帝，我满心感谢你。主照着今仔日阮所领受的即个主你的话，主你搁一摆来提醒阮，主阮要因为诚做主你的学生，阮欢喜来为主你来做干净，来为着你的光做干净，互众人对阮来信，也互对阮来信的遮个人。互因有缘会通甲阮同款，对主你领受你迄个满满的恩典，煞只恩典，互阮的生命以及阮所见证的遮个阮的兄弟，互因的生命有缘同款，阮的生命拢得到改变，毋是照着血气，嘛毋是对着肉体的意思。甚至嘛，毋是对人生的人的意思所生的，乃是要对上帝所生的。互阮的生活，阮的日常生活中，不断会通，互侪人看见阮的生活，就来安尼反射出上帝你的阳光伫阮的生命内面。求主帮助阮，阮安尼恳求祈祷，
拢上过叫做基督圣名，阿免。即时，咱用圣诗90首，世间万美袂有的迄时，来回应上帝的话。因全首，请起立。请坐。即时要来奉献，请王娟惠、曾建明执事来书献。
请大家继续看报告头先是两个小会甲中级会的决议事项请大家知影。头一个是接纳台湾女子神学院就用教会场地是2月23、2月24要办我的故事、我的梦灵修课程。这个课程大家知影已经2学期啊女子神学院在我们教会开课每学期都差不多有快要10几个人来上课。上课是用国语上课讲师是王荣信牧师和李宗明牧师。在上学期结束的时候，庄院长女子神学院院长有来，他跟我们讲说，他在花莲办了我的故事、我的梦灵修课程。这个课程我们知道在台北非常受欢迎。他就跳过了南洋平原，就到花莲去办，所以我们就跟他抱怨一下，他就真的愿意请王荣义牧师在我们教会办一场，那是针对南洋地区的会众，所以目前已经有10几个人报名了。那庄院长是说20个人他就可以开课了，所以我们欢迎会友来参加。虽然你可能在2月底会要请2天假，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这个课程是非常值得来上的。如果你没有听过，可以在 YouTube 上打我的故事、我的梦，会看到一些前面他上课的这个东西。那欢迎大家来。第2项是总会的教会礼拜和音乐委员会刚好要在南洋地区办一个活动，叫做敬拜与音乐研习会。牧师去邀请他们也愿意在我们教会办，我们愿意提供场地，也欢迎大家来参加。那日程请大家注意公布栏。那另外，因为圣诞节了，所以教会的慈善基金和王流奉献基金都有为会有困难的会有发放这个慈善的敬畏金。第2个是中级会的决议是，除了12月迄收支月报以外，因为本来中级会顶个月决定讲要用绿地教室嘛开做一个副堂，会友会当去绿地教室，因为阮看迄个教育厅已经坐袂落啦，有的人较慢来愿意去后壁，所以想要咧绿地教室搁倒一个迄个液晶电视，但是来不及做，因为年底实在太忙了，所以1月份总务组会完成。第2个是决议是咧这个讲台的顶悬要做2个亚克力罩，安尼施会甲施礼的人就免挂退安啦，这样会比较方便，要不然我们挂着口罩讲话，常常说不清楚第4个这一项的决议呢，待会我会请牧师补充来报告，就是有2个调查表，现在在外面，有的会众已经拿到了，待会请牧师解释一下。这个在20号要全部具名收回。第3项是甲团契甲小组有关系请恁咧离席以前将迄个顶礼拜事工研讨会所决定的遐资料寄予干事，因为2月21要召开互会，请大家嘛是留时间都互会了后，迄个拜2、拜3就是要办我的故事、我的梦的课程。电子档请那个如果你不会电脑的，你要帮忙，请跟牧师讲一下那我们看谁可以帮你的忙。
那集体消息有几个吼，头一个是区会是拜日咧大南湖教会啦，拜四头城教会因为已经选两位长老出来啊，吼，因一届就选起来吼，这是上帝的时间，吼，无人运作，选两个长老，所以因今年会成做同会，吼，进行对即个月开始咧筹备啦，所以因要叫阮遮来开会，我甲闭关长老可能年中会当无搁兼迄个头城教会的长老吼。第三项是后就即礼拜六吼，咧双联教会吼有一个悲伤辅导甲临终关怀训练会，吼，这是最近嘛是足侪人有兴趣的。你要报名，教会会补助你所有的报名费，会当去吼。今日上尾报名的时间，显过来24吼。24号礼拜天哈，在南洋教会有一个青年牧师的就职感恩礼拜。30号的拜六早起哈，咧暨南教会哈有这个第一次长职的培训，培训的题目是长职的职分跟执行。黄春生牧师来主讲哈，所有的费用也是教会全额补助，请长职们。或者有兴趣的，可以在25号以前向办公室报名。第6个刚刚我已经解释过了，好，我就不再讲了。因为这个报名费要1800，教会愿意补助各位来参加的一半的费用，就是鼓励大家来上课，因为这个是一个灵修的密集课程。代祷事项，请大家稍微过目。回家在祷告的时候，可以把代祷的事情摆在心上。祷告是有用的。后面那个有一个就是那个60周年的那个报告哈，我刚刚没有报告哈。那个60周年哈，已经开始征稿，到4月底以前请你们把那个资料寄给办公室。无师父要补充。下这平安，咱先来针对咱顶回伫咱中间洗礼信用个别的无言位姐妹，咱来发这个洗礼证书顺便嘛接这个伊的查某囝美如的这个洗礼证书，咱同时咱来恭喜来。恭喜！咱要用咱大家人安尼一点淡薄的时间我小先说明一下伫咧咱头仔报告的代志即个事项内面，小会决议的第2项，即个总会教会礼拜甲音乐委员会，迄个时间会伫咧3月14号，伫咧咱遮来举办。其实伊是总共是办2场伊第1场是伫咧3月13拜六，伫咧大溪教会，内容小可无共款，所以真请咱正兄弟那安尼对即个礼拜安尼有兴趣的迄落兄弟，伫咧特别是伫咧音乐奉事的顶面咱请咱的兄弟同工会通来抵将这个时间先留出来，3月13跟3月14号会通好来参加安尼那咱头仔有小可讲到，因为咱伫咧中纪会有小可介绍就是中纪会有第3项的迄个决议，就是讲要伫咧咱的即个讲台要装即个亚克力板左右2个都各一个，安尼就是牧师讲你若知影讲牧师讲道也是咱的师会伊讲话时阵有没有喷口水
看迄块就知影，你若像讲牧师若讲道刷的时阵，你得发现到说整个这个亚克力变成雾的了，安尼就知影所以这为着要保护咱的兄弟嘛是互咱咧讲道的时阵会通安尼特别是讲互咱的迄个画面会通搁较完整一点点这样子，所以用亚克力的方式来呈现安尼搁过来就是头伫咧集体消息内面咱期待咱的这关怀组的同工若可以的话请咱尽量来参加这个拜六9号拜六的这个悲伤辅导甲着临终关怀的这个训练会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帮助咱，尤其是咱伫咧面对着安尼心内有艰苦需要人关怀是拄着有死事的时阵，咱要怎样来关怀的一个真要紧的训练会咱欢迎咱毋是干那关怀组，你对伫即个安尼有兴趣，也是讲你感觉讲即个会通真做以后教会真好的帮助，安尼拢欢迎你同齐来报名，来对办公室来报名，咱统一来上网报名伫咧搁过来就是伫咧迄个第5项的迄个30号拜六共款咱这伫咧济南教会由咱的教育部。咱的七城中的教育部所举办的即个中级培训，咱嘛期待咱的所有的中级拢会通来参加，安尼会通互咱的即个咱做中级，咱真清楚知影讲，咱伫咧教会内面，咱应该有的职分，以及咱需要去执行的是甚物货。伫咧即个所在，咱嘛要来麻烦咱的兄弟即时我们来请即个干事来发迄个笔咱周报内面拢有验2张的即个意见调查表咱就安尼趁咱安尼5分钟的时间，你将你家己的即个宝贵的意见也是讲你已经写好就得交出来请你一定要具名咱的即个问卷的即个年龄层是到青少期青少年团契以上，所以包括青少期都可以填写。所以你只要是青少期的那个契友，你拢有资格，然后来表达你的意见透过着这个调查表，咱要爱知影咱所有正兄弟伫咧不管是伫咧咱70周年的时阵要来献堂也就是讲咱要伫咧这个中过程内面咱有要建堂无这真做咱第一个先主要要爱问的问题咱若假使讲都无欢喜建堂安尼咱就毋免阁讲后壁遐个意见若讲你感觉讲对伫咱的礼拜堂的即个使用，咱的欠缺有侪的迄个，咱感觉讲有需要，安尼你就会用来交同意伫咧即个另外一个就是咱伫咧今年开始要开始有即个华语礼拜即个华语礼拜顶面，咱有啥物款的意见包括伫咧礼拜时间。甲台语礼拜时间要安怎来去敲切，以及咱过去咱也拢无参与也是你有参与，但是你会用你有期待讲你会用参与啥物款的服侍拢会用放伫咧迄个面顶，写伫咧迄个中间我们期待我们大家都能够清楚的来表达我们的意见那。这些资料，我们到时候我们会汇集统整完了以后，会在我们的定期会员合会来公告，也就是说，我们会在会员合会以后，包括华语礼拜跟这个献堂到底要怎么样，那个结果是怎么样，我们都会在那个当中来呈现给大家，所以请咱。来表达恁宝贵的意见，
这个意见真重要吼。你若无表达，你家己的意见，安尼到时阵吼，你就失去你家己吼原本到时阵应该表达的时阵，你无表达，安尼到时阵，大家人的意见拢抓出来的时阵，安尼咱就无法度搁咱就遵守用着这个安尼多数决多数的人的想法意见，所以你要尽量表达你的意见。我小可来念一个吼。南洋教会将届60载，60年也是圆满的一甲子。现在的礼拜堂是当初我们的信仰先辈们共同的意向。上帝就像雌鸟昂首威严，张开双翅保护我们这些雏鸟得以在此安歇。回首过往的年岁，我们也确实感受到上帝如此的带领，并承接先辈努力所留给我们可贵的信仰资产。教会也因神的大大祝福，信徒不断增加，自原有空间已渐不敷使用，加上因教堂建筑本体已有漏水、龟裂、底部无地基等等建筑老化因素，许多的大型的庆典及教会未来所要发展的社区福音事工，都将需要更充足的空间来承接神所给我们广传福音的使命。所以教会成立70周年献堂筹备与规划小组，开始着手于70周年献堂之规划。因事关教会整体变动的重大事宜，故需经南洋教会全体会友之意见调查，以利执行。请你就以下3个选项择一项勾选。如您对于勾选的项目有相关意见，欢迎提出补充说明。谢谢你的宝贵意见。第2份的调查表是华语礼拜需求的调查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一个重视本土认同的教会，因此在早期以河洛人为主的社会，外国的宣教士以河洛话进行宣教，这是对本土文化的尊重与认同。随着时代的移转，在许多的因素影响下，华语已逐渐成为下一代的主流语言。对于下一代而言，如何在礼拜中明白讲道的内涵，受到好的栽培与造就，是教会需要关心的重要课题。因此，本教会希望于2021年起增加一堂华语礼拜。为了使华语礼拜的内涵能更切合会友的需要，进行此需求调查，我们将以长老教会礼拜的精神为基底，适切融合您所提供的需求。再次感谢您的配合与协助，愿上帝加倍地祝福您及您全家。请就以下选项择一项勾选。如您对勾选的项目有相关意见，欢迎提出补充说明。谢谢你的宝贵意见。那个勾选的意见就像下面这样子我伫遮需要说明一下咱这个调查表，一个人写1分所以你加写无效你多写了没有用你写100分来，同款是1分搁像咱即马咱收到，咱即马收第一时间，后面咱到1月20号这中间这是要互包括伫咧咱出外遮的会友来填写我相信咱拢伫咧咱的赖内底拢有看到这2份的这个档案。这个就是讲
因会使将即个档案印落来了，将因家己的宝贵的意见写落来了，签一定要签名，无签名迄张无准绳哦，一定要签名哦。签名完了以后，那用传真的，用照相的，哦，你用任何的方式寄来到教会，哦，咱就将这的资料甲伊印落来了，成做纸本，哦，成做咱的一个重要的证明，哦，所以咱期待咱所有兄弟拢会通来真清楚来表达咱每一个人的意见，了，这个成做咱伫咧1月30，不是2月21，2月21的这个定期会员好会时阵的一个咱要来公告咱这个意见调查表的收集了的结果是怎样。所以应该拢写好啊未？若是你写好，你就举手，咱会用将这个来那个家军，麻烦拿那个纸箱进来收。你可以折，也可以不折。你可以折起来，也可以不折，你那个笔顺便放在纸箱子里面好了啦，亚俊。那个他们那个笔顺便投到纸箱里面去，到时候再整。你若是也未写好，你豆豆写无要紧，较等下你才投入去咱的这个纸箱子，那个回收箱会放伫咧招待桌的所在，所以咱就来安尼将你的意见来表达出来，写伫咧来交伫咧咱的这个那个意见调查表的这个回收箱内面。好。报告上尾啊，请大家先到周报今日金句，请大家翻到今天的金句，约翰福音1章12节，我们一起念，请。凡接纳他的，就是信靠他名的，他就是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好，这时要来唱善会诗信息51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因全首请起立。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主你以爱阮来为着主你的光来做见证，互阮会通来反射出主你的光，互阮的性命会通真做人来干净主你，
互侪侪人因为阮来信靠你。愿你的神不断来激励阮，也来帮助阮，互阮若领受主你的光，阁会通来得到主你上帝国的基业，来互侪侪人也因为阮来得到对主你来的祝福。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已经成圣，阁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伊也要请伊。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堂，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伫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